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2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6篇，耶利米书第1章11节到19节，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拆毁。许多人认为拆毁是一个负面的事情，但是很多时候没有拆毁就不会有新的建设。在新春礼拜的时候，牧师以更新来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就好像我们要进入浴室预备洗澡，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必须要将身上所有的衣物全部脱掉，然后才能将身体洗净，穿上新或是干净的衣服，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人。耶利米先知受呼召，就是要来服侍上帝，他来引领以色列人能够归回。但是面对这一群得罪上帝的以色列人而言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重新被改造。在耶利米书第1章11节到19节之前，上帝告诉耶利米先知的话这样说：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，对我说，你看，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。我今天授权给你，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建立和栽培的工作。然后上帝就让耶利米看到2个异象，就是有关以色列人将面临拔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建立以及栽培的过程。耶利米书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问我，耶利米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，一根杏树枝子。上主说，不错，我时常警觉，要使我的话实现。上主又问我，你还看见什么？我回答，我看见北方有一个滚沸着的锅，向这边倒过来。他对我说，将有灾难从北方来，请到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居民，因为我要召集北方所有的国家，他们的君王要在耶路撒冷城门、城墙周围以及犹大境内各城建立他们的政权。我要惩罚我子民所犯一切的罪恶，他们离弃了我，献祭给别的神明，拜自己手所做的偶像。耶利米啊，你要准备好，我把命令你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。你不要怕他们，不然我会使你在他们面前更加胆怯。耶利米啊，你听，犹大全国上下、君王、官长、祭司和人民都要攻击你，但是我今天要赐给你力量，抵抗他们。你会像堡垒、铁柱、铜墙一样的坚强，他们不能击败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解救你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就如同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看到圣城耶路撒冷一样，他为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人民来忧伤，他就为这座城哀哭，因为他看见将来的处境。这处境就像耶利米时候上帝给他看到的异象一样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担忧的事，就是城跟城里的人都将要被毁、被拆毁。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看见那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但愿你今日知道那有关你和平的事，可是你现在那样的盲目。日子将到，
那时候你的仇敌要造土垒包围你，从你的四面困住你，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城墙里面的人民，不留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，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这是违背上帝的人们所必须要面对的，但是慈爱怜悯的基督也却仍然为世人担忧，并且赐下永恒的救恩，使人在拆毁之后能够得到重新被建立。诗篇56篇，上帝啊，怜悯我，因为我被人攻击，我的仇敌整天欺压我，我的敌人不断地攻击我，跟我作对的人竟然那么多。在我惊惶的时候，我就依靠你，我信靠上帝，颂赞他的应许。我依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对我怎么样？我的仇敌整天想破坏我，他们千方百计想加害我，他们结伙埋伏，窥视我的脚踪，等着要杀我。上帝啊，求你惩罚他们的罪恶，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打倒他们。你知道我遭受的灾难，你记得我流过的眼泪，这一切都不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我一向向你呼求，仇敌便败退，我因此知道上帝在帮助我。我信靠上帝，颂赞他的应许。我颂赞上主的应许，我依靠上帝，必不惧怕。血肉凡人能够对我怎么样？上帝啊，我要向你还我许的愿，我要向你献上感谢的祭，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不至于惨败，得以生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在那赐生命的亮光当中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愿意被更新的一个心智，拆毁过去不属圣灵的特质，被圣灵重建新的生命来跟随主，在新的一年灵性生命更上层楼，荣神益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